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，带大家真正的中国。今天是2024年11月14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劳斯莱斯被撞，然后车主放弃那个肇事司机的赔偿，就这么个事情。最近在网上闹得也非常热烈，鸡飞狗跳的。本来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聊的，但是从11月4号到现在已经10天了，网上不仅这个热度不减，而且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，连官方都已经下场，所以咱们不能不来聊一聊这个事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11月4号在广州市海珠区，一辆大货车与一辆粉色劳斯莱斯发生碰撞，劳斯莱斯车头左侧受损，保险杠被撞毁。事故后劳斯莱斯车主朱女士在车辆旁拍照并发布到社交平台，引发关注。然后11月5号呢，朱女士发视频称定损高处货车司机李先生100万元车险的部分将不追究赔偿。到了7日这个朱女士和李先生，也就是肇事货车司机签订协议，不要求李先生的任何赔偿。这个车朱女士自费修理。你看看这个朱女士作为劳斯莱斯车主，那是善心大发呀。这个她的善行逐步升级。先是说你那个一般的大货车不都有那个车辆保险吗？还有什么第三方责任险一大堆的但是那个是有上额的上限，它的上限就是100万，超过100万还得你有司机赔。所以你看这个劳斯莱斯车主朱女士刚开始说超过100万的部分本来由这个肇事车司机李先生赔，但是这个朱女士放弃。过了2天之后索性这个车我自己去修了，连保险都不要了，对吧？修多少钱都我自己掏，自费修理。你看看，然后这个朱女士从11月4号开始连续开了5天的直播，就说她这个事，直播单场观看人次最高超过500万，她到现在吸粉是139万。这个事情呢引发网友热议，有很多网友就怀疑这个车祸是剧本摆拍，是为了炒作热点引流量。随着这个事情的进一步发酵11月11号广州海珠区交警大队介入调查。11月12号这个有媒体记者致电广州市海珠区交警大队，然后这个工作人员说交警大队已接到大量的相关举报，已经介入调查，并把相关材料上报，目前还没有结果，也就是官方介入，要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到底是摆拍还是正常的一个车祸或者是交通事故。所以你看这个事情越闹越大。然后这个广州市海珠区交警大队介入之后这个朱女士就停播了，不再直播。所以这个也是个巧合真是叫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大货车车主的儿子发布视频作品，指责劳斯莱斯车主一方为了流量吸粉，立人美心善的人设，导致自己家人被网暴，并称目前自己已对车辆维修费用产生质疑，劳斯莱斯损坏部件均非原装零件，现在双方拟重新走保险流程。如果定损下来超出100万的话，超出的金额我自己本人承担，已经跟大货车司机沟通过了。我现在决定不需要大货车司机的一个赔偿，还有不需要他保险去赔偿，我这边自己去修就好。我的父亲一直都很感谢朱女士对于本次事件对于我方的一个善意，但事情发酵到现在，我只想去保护我的家人不再持续性的受到伤害，以及还原事情的真相。我现在和网友一样，对这个车辆的维修费用产生了质疑，具体就是这个车辆的维修费用到底会不会超过保险费。目前我已知的具体情况是车辆的一个损坏部件都非原装件，请问这符合一个最初广大网友认为的心善大爱的形象吗？我希望对方车主能给予一个正面的回应，因为你们为了立人设和吸粉，导致我的家人各种被误解，不懂感恩，各种人品被质疑等等等等，可以说称之为网暴的情况。我想澄清一个事情，对方劳斯莱斯车主那边因为受不了网上的舆论，现在想重新走保险，我父亲是同意的，我也想真相大白于天下。这个大家也知道第一个，如果你的车不是原装的零件，保险公司是不赔的。我有印象这我说的不一定准确，大家可以去查一查，对吧？你原装的保险公司才赔。这个大货车司机那个李先生他在那个朱女士直播之后他
他也直播回应。然后这个大货车司机直播回应的时候，就很多眼尖的网友啊，就发现了很多不寻常的地方。首先这个大货车司机啊，这个穿着好像不像这个货车司机。然后他那个直播的时候，那肯定比咱这个直播那要专业多了。他还有补光灯，对吧？还有专门的摄影，给人感觉不像这个货车司机掏出手机，然后就开始直播，所以更像有个团队在后面运作，所以更加就验证了网友的怀疑，这一切都是炒作，是剧本。所以啊，我也来谈一谈我对这事的看法。我刚才说了，我本来对这事不关心，它很难引起我的注意和重视。但是现在这个事闹到现在啊，就官方都下场了，所以在官方的结论出来之前呢，我来分析分析，到时候看跟官方的结论呢能不能对上。这时候我在这个事情上面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啊，我只是根据这个各个媒体报道，我泛泛的分析，凭我的直觉加上有限的材料，我得出个结论啊，这个事情对这个劳斯莱斯车主来说，它应该是个剧本；对这个大货车司机来说，我现在不能确定。所以我现在啊，我能确定的应该是这个劳斯莱斯车主朱女士，她是跟着剧本去演的，而这个大货车司机到底知情不知情，他是被动的在配合，还是他也是跟着剧本在演，这一点目前不好判断。我倾向于啊，是劳斯莱斯车主这个朱女士，她是在演剧本，而这个大货车司机他是在被动的配合。什么叫被动配合呢？也就是说，劳斯莱斯这个车主啊，这个剧本一出来之后啊，就吸引来大量的关注，大量的流量，然后那就有人呢，比如说 MCN 公司啊，他发现商机，对吧？他就让这个或者是说服货车司机出来回应，也搞流量，这样一唱一和的一配合，是不是这个一炒作，这个流量不就高了吗？就像那个现在相声圈啊，那个乱斗，我记得我以前聊过这个相声圈多乱，对吧？可以说啊，这传统艺术里面最后一块遮羞，最后一块这个相当肮脏的这么一个地方，应该越早整治越好。你看看那个相声圈，大乱斗之后又大和解，大和解又大乱斗，然后先是捉对厮杀，然后是交换对手，接着厮杀，厮杀完之后再和解，和解再厮杀，就这么搞流量，就这么侮辱这个观众。没办法，平台需要这样的流量，安全，对吧？就说他们相声圈的那个破事不会被有关部门盯上，然后带货，就这么赤裸裸的侮辱智商。这个说远了啊，还说这个剧本。我为什么说它是个剧本呢？首先，它这个劳斯莱斯啊是个二手车，这个车不知道修了多少回了。这个车啊，你既然是二手车，你再贵，对吧？你到二手市场恐怕超不过100万了，几十万。你别看它外面壳子很光鲜，对吧？它的残值恐怕也就几十万，顶多了。完了买这车干什么呢？就是为了碰瓷。这个剧本里面的所有的爆点它都具备，一个是有钱，对吧？劳斯莱斯。第二个，对方很穷，对吧？这就贫富差距要拉开。如果是两个富人之间，对吧？劳斯莱斯赚什么大 G，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，对吧？恰恰是个这个底层，对吧？为生计奔波。然后这个劳斯莱斯这个女富豪人美心善，对她的这个义务啊进行豁免，不要你赔，对吧？先说100万以上的不让你赔，由保险公司赔。后来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了，因为他这个车不是原装的，修过多少回了，保险杠估计是后换的啊，外面车壳啊早就也不是什么原版原漆什么，恐怕早就换过了，所以这个保险公司啊他没有办法按原件给你，也就是说甚至都赔不了，定损没办法定损。所以这个劳斯莱斯车主啊，干脆整个的我自己保险都不要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修也花不了多少钱，找个修理厂，你只要不是原厂配件，你这是国产的那什么替代的，那很便宜啊，所以根本也到不了这么100万。所以干脆啊，他就直接说，我自费修，跟那个大货车司机没关系了。从这里面看啊，处处都是剧本，因为他马上就开了直播，他目的就是直播，就是为了吸粉，然后最后流量变现带货，对吧？这都是老一套啊。我们中国人习惯啊，叫做好事不留名，对吧？修桥补路，他这个大张旗鼓的在那宣传，对吧？关键后面很多这个就是大 V 啊，或者这个莫名其妙的账号的跟进，把这个送上热搜，一看啊，就有运作的痕迹在里面。最近这个李子柒复出啊，对吧？这个就是赤裸裸的，就是剧本，这是真正的剧本，对吧？李子柒一复出，他已经好几年销声匿迹，结果一复出啊，全网都知道了，完了全网热搜，然后他那个弹幕那就是吓死人了，无论是国内国外，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，对吧？这个时代啊，这种网红特别容易爆锅气，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！不要说这些网红了，连明星都是一样，你有个2-3年不演，对吧？你不在公众面前出现，没有作品，你很快就被观众淡忘，因为新人太多，这个赛道非常卷。所以李子柒复出啊，你看铺天盖地的，那都是 MCN 公司啊这背后运作的结果，玩命的引流砸钱，对吧？要重新唤起大家对李子柒的这个记忆，而且他复出的时机把握的非常好，也就是这些直播带货这些头部主播啊都在遭到打压，什么小杨哥，对吧？什么辛巴，什么董宇辉，现在都在承压呀，抬不起头，有的现在恐怕在一只脚啊已经进了那个跨在缝纫机上面了，人人自危，正好是空档期啊，你看看抓住这时机多好，然后一顿
顿猛宣传，现在开始挖掘那个李子柒各种故事啊，各种什么为了拍这个片子怎么样付出，你一看这个宣传的这个痕迹太重了，对吧？这是一套运作。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劳斯莱斯这个车主啊也一样，后面有 MCN 公司啊在运作搞流量，问题是他被流量反噬，现在网友啊也不好糊弄。本来网友觉得这个劳斯莱斯车主啊人美心善，大家很感动，结果看着觉得不对味，尤其是那个大货车司机出来回应之后，就发现这就是在炒作了剧本，马上就举报投诉。结果关键是官方下场，这个官方一下场，对不起，那必须要一结果，到底是剧本还不是剧本？是剧本吃不了兜着走，对吧？不是账号禁言这么简单，说不定还寻衅滋事，给他关上多少天。大家还记得那个什么巴黎小学生作文那个事吧？你说就那个一个炒作，一个虚构的，也是剧本，最后不仅账号被关，对吧？全面封禁，好像还受到处罚了吧？治安处罚吧？所以这个劳斯莱斯这个朱女士啊，一看形势不妙，对吧 ？MCN 公司马上撤火，不直播了，所以停播到现在，晚了。你就这么想吧，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剧本，是真的，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更不应该不直播，对吧？哪怕他直播降调子，他也要直播，因为不做亏心事啊，不怕鬼敲门。你问心无愧，怕什么？越是网暴，如果你是真的啊，人越是网暴，你越要证明自己啊。你把现在不直播了，那不就恰恰证明自己有鬼吗？啊，实际上这个就是个剧本，而且这个剧本非常的粗制滥造、恶劣，对吧？这个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这种剧本是特别多，而且这个文案这种剧本在网上好像是几块钱就能买一条吧，而且批量的呢，后续怎么运作，这种剧本很便宜啊。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这个大货车司机恐怕是被动的，他不知道有剧本存在，他以为他跟那个劳斯莱斯相撞确实是个普通的交通事故，后面呢，恐怕为了蹭流量，有人撺到他直播搞个粉丝啊，有了流量，你以后开大货车可以边开边直播，对吧？或者是把你的大货车这个长途运输的这种 vlog 啊发到这个账号上面，好歹有粉丝啊，粉丝一多你也可以带货啊。这样的话，你既可以开大货车，又可以带货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这个大货车司机恐怕被人一撺到，他就来回应，也来接这个流量。我为什么说他不知道这个事，他是被动的呢？如果他也是知道这个剧本的话，他是按剧本演的话，那么他应该跟那个劳斯莱斯车主一样，马上就不播了，因为人家在查呢，你这不是顶风作案吗？结果你看他儿子啊，13号跑出来喊冤，家人被网暴，对吧？他认为这是劳斯莱斯车主在炒作。那如果说他爸按剧本演的话，那相当于大货车车主儿子把他爸往火坑里推啊，也把他爸一只脚放在缝纫机上了。除非这个大货车车主跟他儿子关系不好，对吧？他儿子早就看他爸不顺眼了，想把他爸送进去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火上浇油啊，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我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看法，我没有太多去研究这个事，对吧？因为我想到这个文案啊，你似曾相识，到处都有。这个短视频平台就这点，经常是搞一个文案，然后好多人模仿，好多人就照这个去拍，买了个劳斯莱斯，然后他就在路上碰瓷。什么叫碰瓷呢？对吧？这大货车司机啊，他有盲区啊，很多地方他看不清楚，这时候你开车蹭上去，或者在那等着他，大货车司机多少难免有违章的时候，你这样贴在边上，他一下就给你刮上了，你看他全责。大货车司机对这一切并不知情，但是这个剧本劳斯莱斯车主他是掌握。当然了，还有一种情况，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，那就是这个劳斯莱斯车主啊，他真的是做好事，就是心善，不让人赔啊。虽然他的车也不是原厂原漆原厂的配件，但是他毕竟啊，他不想让这个大货车司机去赔，他是原来的动机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他也看到这个流量啊，所以他也想带货啊，对吧？他也想赚钱呢，所以趁这个机会啊，他就多直播搞流量。本来是做好事不留名的，现在他做好事不仅要留名，还要吹牛，这种可能性有，但是我觉得比较低。还是我刚才说的原因，就如果你真的没有剧本，那你根本就不担心什么官方调查，对吧？你越调查越直播，这不流量更高吗？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想，你没有剧本，也就是意味着你后面没有 MCN 公司在运作，难道官方还能深深找一个 MCN 公司说跟你签了合同，你是他的演员？所以说来说去啊，这就是个剧本。对这个劳斯莱斯车主来说，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要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。还是我们以前说的，因为有这个需求，市场决定一切。因为有很多网友，对吧？有很多人需要这样的故事来感动自己，也就是所谓的伪善。那所以就有人要提供这样的故事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这个人不提供，那就那个人提供啊。一看到这个富人啊对穷人放了一马，这不就是放他一马吗？马上觉得这是女菩萨，马上就感动，甚至有人还给他打赏。这人心肠这么好，那他带货啊，他不会坑蒙拐骗，不会卖那个以次充好，不会卖这个淋巴肉。人家都这么有钱，人家心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坑害家人呢？所以你看他这人设一立之后，就可以带货。我们啊长期的这种教育，然后对这些
就很容易被这些伪善的故事感动。廉价的啊，一个正常的社会啊，对这个富豪放穷人一马，应该是微微一笑，给你点个赞就完了，因为这是你应该做的，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，没有必要感激涕零啊。有这样的剧本，是因为有这样的观众需要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反过来说，还是我们社会出问题，社会病了。那个比尔盖茨啊，那个天天行善，对吧？几十亿的花，我也没看见谁把他供到神位上，对吧？在美国人看来，你这应该的，活该，对吧？你这么干免税，对吧？言下之意，你要不这么干，那你税也交给国家了。所以他比尔盖茨就这么大的一个慈善家，他在美国他也感动不了很多人，人家反而觉得你应该，没毛病啊。我们这儿为什么对这些小恩小惠就感激涕零呢？对吧？正因为你容易被这种感动，所以他才有人搞这样的剧本呢，来感动你。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啊，对这种现象，那一般的就是点个赞就完了，对吧？鼓励他继续加油啊，继续行善。你看看啊，那些什么主播跑到什么四川大凉山，跑到很多穷地方，然后去扶贫，对吧？说那地方穷，然后先是自己去帮助，后来号召大家来帮助，哎，给我钱，后来什么带货，总之啊，最后是不是有关方面一查，那都是卖惨，好多人被抓呀。但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干呢？就是因为观众喜，很多人自己，对吧？下一顿都没有着落，工作啊朝不保夕的，但是一看到这样的事情就非常感动，马上慷慨讲坛，对吧？还有网上很多励志故事啊，这个也被央视啊，被媒体都戳穿了，很多那些把自己打扮得很穷的，但是一直积极向上，对吧？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包装成养父养母，对吧？在养父养母家怎么样努力，结果你看也被戳穿，账号被封。就是为什么这么多骗子存在，这是我们要考虑的。我们这个网上大部分人年龄啊，这个智商啊8到15岁，所以我一般看到这种新闻关注啊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有这样的人在，所以一定有这样的事。只不过这一次啊，把事搞大了，官方下场，他一场直播，对吧？只有500万人看，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看的？所以啊，你追根溯源，你就会发现，对吧？这一切啊，都是因为长期的虚假宣传教育，树立虚假的典型，进行洗脑，导致了啊，这个受众啊不加思索的就愿意接受这种，对吧？廉价的故事，长期的洗脑导致他需要这东西来自我感动，对吧？通过这种虚假的宣传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，因为他缺少温暖，对吧？这个劳斯莱斯的这车主的粉丝啊，大部分恐怕都是中低收入，在底层啊苦苦挣扎的人。与其你说他是，对吧？肯定表扬这个劳斯莱斯车主的这个叫人美心善，你还不如说这些人是在幻想着有一天会降临到他们，人间自有真情在，好事啊总有一天会到他，或者有一天撞了别人的车也会遇到这么好心善的车主，对吧？说如其说是这些粉丝啊在赞赏这个劳斯莱斯车主行善心好，不如说这些粉丝啊他们是在幻想，他们不由自主的把自己带入到这个大货车司机的这个角色，这个跟苦难教育都有关系，所以他更容易感恩感激感谢。所以咱们翻来覆去的说啊，这个土壤不变，那这种剧本呢就不会少，万变不离其宗啊，对吧？这个劳斯莱斯可以换成别的车，对吧？交通事故可以换成别的事情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